你们是哪一种朋友？啊？你们是哪一种朋友？就是健身会遇到的朋友，因为小时候妈妈在边工作边养我的时候就很辛苦了，就是也是担心说我有没有吃饱啊，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有多余的心思或时间去关怀或给爱，对，所以我才会对于童年的这个过程会觉得非常的重要，对，因为就是长大之后会比较挖掘自己内心的东西的时候，才会发现其实童年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认捐这个1919食物银行，可以让这些问题可以被关怀被解决这样。记那个有拿一手给桃花，好像没有，没桃花啦。它不算桃花，没有吧？我们真的就是只是朋友，你们私下会有没有哎、所以你们是哪一种朋友？啊？你们是哪一种朋友？就是健身会遇到的朋友，因为他也是很喜欢健身，然后我们有共同的健身教练的朋友，对，所以是不会约好，然后一起去健身，不会啊，偶遇而已。嗯，那很有缘。哦，真的吗？你有看他的身材吗？啊，你有看到他的身材吗？没有哎、就是你就健身会遇到，他又不会就秀肌肉，背心总会吧？对啊，二头肌。我没有在注意，已经忘记了，我也很久没有去健身了。它是你的菜吗？他应该是所有女生的男神吧？那是你的吗？我没有想这么多，我只是想说，现在1919食物银行很多人缺饭吃，我想帮他们加菜。可是你要不要邀他一起来做公益？你们可以一起做爱心，谢谢。做爱心啊！对，对对对，做爱心。就下次有遇到他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他说，可以去 7-Eleven 帮，就是认捐一下。所以你们有4年多啦，快5年，天哪，好饥渴哎！也还好吧， 4没年多，有到饥而且是青渴啦春。年华，你知道的。但我还是觉得我工作也是蛮，不会像饿虎扑狼之类的，是也之前有遇到这个人，啊，就我还是就是不会这么在意这件事情。我会觉得很可惜吗？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。有时候会想想可惜，但是有时候会想想是不是老天在疼我，就是想要我专心工作，不要受伤啊什么的，不要分心。